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我哋今日嘅特別節目。今次想同大家傾下端午節呢日，除咗係公眾假期之外，仲充滿咗濃厚嘅文化色彩，同埋好多好食嘅嘢。事不宜遲，等我哋一齊睇下呢個節日有咩咁特別啦。今年嘅傳統節日呢，係喺2026年嘅6月19號。喺呢一日，香港嘅各大海濱同河流都會變得超級熱鬧。你會見到一條條好長、顏色好鮮豔嘅龍舟，跟住鼓聲喺度競渡，而岸邊嘅市民就會好興奮咁起勁歡呼。除咗爬龍舟之外，好多家庭依家都仲會跟住一啲傳統習俗，好似大家都會食粽嚟紀念屈原，有啲人仲會喺門口掛艾草同菖蒲嚟驅邪放病。呢啲傳統都承載住大家對健康同幸福嘅祝願。喺香港呢個傳統節日，絕對唔只係講歷史咁簡單。你可以去大埔海濱公園睇龍舟賽，或者去沙田城門河感受下嗰種好啱一家大細嘅氣氛，又或者去屯門湊下熱鬧。如果你想睇大型嘅國際賽事呢，咁就要去赤柱正灘，或者留意埋6月尾喺尖沙咀舉辦嘅大賽啦。今年澳門同台灣嘅龍舟賽，等我即刻帶大家睇下兩地嘅賽程表。2026澳門國際龍舟賽其實已經喺南灣湖提前開獎啦，去到6月19號正日就會迎嚟最高潮，國際龍舟邀請賽同大學生邀請賽壓軸登場。屆時內地、香港、泰國、新加坡等頂尖隊伍都會過嚟南灣，除咗睇比賽，現場仲有龍舟嘉年華，有魔術、街頭音樂同文創攤位，水上競速加湖畔派對，氣氛爆燈。台灣嘅端午氛圍一樣咁濃厚。台北龍舟錦標賽今年吸引咗超過220支隊名，5000幾人喺基隆河劈波斬浪，場面相當震撼。除咗台北，台南有保留300幾年歷史嘅傳統木龍，賽前仲要祭竿。至於彰化鹿港嘅夜間龍舟賽，更是光影璀璨，浪漫又刺激。講到節日，又點可以少得食呢？大家一定要試下啲傳統嘅粽，無論係湖州鮮肉粽或者南部粽、鹹肉粽都好正。天氣咁熱，食完仲可以整翻碗芒果布甸，或者涼粉消下暑。喺尖沙咀嗰邊，甚至仲會有好熱鬧嘅啤酒花園，有音樂廳，又有小食賣，呢趟旅程簡直完美。所以話呢，無論你係去岸邊幫龍舟隊打氣，去品嘗好味嘅端午粽，定係欣賞舞獅表演，呢個端午都絕對唔會悶。屏幕前嘅你準備去邊度湊熱鬧啊？記得點讚關注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